讲到这南投信义乡道95线是通往东部温泉的主要连外道路，不过顶一日落雨，一寡水泵线的土石啊，即摆还阁伫咧清理，所以因为昨暗头啊，阁再落雨，又阁再放一届路。当地村长表示讲，目前已经甲2户的居民安置，也因为最近接到西北雨，发到讲这灾情会愈来愈严重。规条路淹水，阁砍真侪土石，看到实在真惊人。雨水甲野溪的土石拢冲落来，怪手虽然有赶紧在甲溪水内底的土石拢清好掉，希望雨水流会当顺利通过，莫阁淹到路面。但是即马又阁水泵线，水路又阁互土石积掉咧。当地村长也赶紧撤离2户居民。2户那个都已安置在那个景矿山庄这边，因为道路都松刷，还有那些农产品出货都没有办法了。要想修也是很困难。这是南投信义乡的道95线，是东部温泉区的主要连外道路。但是最近过道接得上大雨，造成8月23水泵线，县府有赶紧派人来甲水路挖开，车路的土石嘛有甲清好掉，开放双向通车。但是24下晡又阁上大雨，当地这个所在又阁水泵线，土石嘛连带冲落来。它本身的量体比8月4号。那个时候卡努台风的时候发生的土石流还大，所以我们在清除的时候，因为土石流还是不断的涌到马路。等天气稳定了，它上边坡的那个状况也稳定了，那就会交由那个水土保持的单位。南投县府表示，当地的土马因为咸水地质非常无稳定，目前已经有加派大型机具台面，若是发生灾害，会优先抢通道路。说来天后天气较稳定的时，会阁含水保署会勘进行在修的工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